我可不愿意整日看着他们在我面前愁眉苦臉的。再说了，我若真有事，总不能牵累人家吧？张子只愿躺下说话，身子哪里不适？头痛胸闷。那这沉香正好对症，主心腹痛、霍乱、中恶、清神。我是心病，你的沉香治不了。那就换一剂药。哎呀，算了。芈月，从你进门我就知道你的来意，你不要告诉我说大王终于弄明白我是冤枉的，冤案要昭雪，要让我感激涕零。非也。非也。张子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和氏璧。是。但可惜，这是假的。假的？如此瑰丽华美，怎可能是假的呢？足以乱真，就因为它过于完美无缺，所以露了马脚。你看出来的？芈月厲害啊！张子为何捶胸顿足？像我张仪这輩子，幾次三番被這東西差點害得丟了性命。今日第一次見到真面目，還是個贗品。張子以和氏璧為仇，但我認為，恰恰是和氏璧成就了張子。哎呀，你不要再取笑我了。老子曰：“福兮禍所伏，禍兮福所倚。”任何事情都有福禍兩面。試問，若無和氏璧，張子此時還在朝陽門下渾渾噩噩的度日。因為有了和氏璧，才把張子逼到絕處，因而走出楚國，成為秦國國相，一怒諸侯懼。那此番呢？此番，諸國聯手攻秦。公孫衍本來就與你有仇，又懼怕你的才華，於是以和氏璧為計陷害於你。但如今你毫髮無損，這只能成就你在諸侯之間的威名。等你再出使列國，諸侯召見之時，你未發一言，他們就先行氣餒了。芈月說得好，我張儀若說我心沒動，那是假話。那張子來人，來給我更衣，我要進宮見大王。來人吶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都是些踩地盤高之徒，沒一個忠心的。我自己來。拿來。什麼？詔書令符啊。這個見了大王，自然會有。大王為何沒讓你帶來？你親自面對大王，才好討價還價。我不可越俎代庖。芈月，你出師了。大王，此番諸國已經對我大秦舉兵，全有賴張子前往各國遊說分化，
解我大秦之困局。張儀義不容辭。縱觀全局，張子看還有何遺漏之處？據說半年前燕王駕崩，大公主孟瑩之孩兒公子直，年僅2歲便喪父，母子倆很是可憐。眼下孟瑩成為了義後，太子檜繼位，此君懦弱無能，大權旁落於國相子之手中。前次大王修書一封給義後，請他幫母國說話，卻一直沒有得到義後的回信。此次出使諸國，張儀以為第一站就應是燕國，望大王能再修信一封給義後，我等只要說服子之，這燕國就會成為羊群中第一隻掉頭而回的羊。別的羊見了，不可能不為之心動。好，除此之外，張子還有何要求？寡人定當盡力為你辦到。大王，張儀還真的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說來慚愧啊，張儀一向自負，卻因着和氏璧幾次三番差點斷送我的性命。此次公孫衍以假和氏璧相誘，固然是要構陷微臣，但臣料定公孫衍也是想以假誘真。若是這和氏璧真的在秦國境內，大王日後得到了和氏璧，請交於在下，將其砸碎，以泄此恨。玉璧易得，國士難求。和氏璧雖為楚國之寶，但你張儀卻是我秦國之寶。寡人答應你，若和氏璧真的落在寡人手中，定當賜予你張儀，任你處置。是為知機者死，張儀願為我王效命。好。大王，老奴弄清楚了，王后和芈八子为和氏璧相爭，此事背後果然有人作祟，宮中還有人放出“得玉者得天下”的話。誰？孟昭氏。但在背後慫恿他的，好像是魏夫人。魏夫人歷來與王後不和，她渾水摸魚，還到寡人這裡來出手王後，也正因如此，才救了羋月一命。但那孟昭氏是王後的應室，她與魏夫人怎麼會聯手？